路权团体因为不满部分的交通违规无要开放民众检举，嘛唔免记点，下晡游行抗议。暗时伊嘛伫台北、台中，阁有新竹甲高雄4个县市做伙来抗议行人的路权倒退路。 退回修马草案。因为不满行政院定期确定10项交通轻皮违规无开放民众检举也无记点，下到路权团体直直反映前，因出行动局举行大游行，立为就来定控，高大声喊改善道路工程规划配套措施，建立回混制度，改革交通执法，甲要求退回修法草案顶考核抗议行人，用路保障权益倒退路。记点这个东西是淘汰不适任驾驶的一个方式，如果说我们贸然把它取消的话，其实是重放路上的违规。 如果今年的交通死亡人数不能够比去年、前年再降低5%，如果今年的交通受伤人数不能比去年、前年的受伤人数降低10%，请问赖总统？ 政治责任谁来扛？路权团体表示，台湾连2年道路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，受伤人数更加超过50万。大家安怎会当对这款的数字无感觉？真侪车占用人行道出入口障碍车规定，竟然拢袂当检举，警方也无强烈执行，造成障碍车不便甲无安全，所以要求撤回修法。 没有障碍者，只有障碍的环境。在今天台湾的环境真的很不友善。除了海路渔民游行计划23暗伫台北、台中、新竹甲高雄等4县市，公布启行道量步行活动，希望政府重视台湾交通暴力带来的集体创伤甲痛苦。对此，交通部表示，4月初1了后会举行相关公听会，相关团体会当参与表达意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